菩提达摩大师略遍大乘入道四行观，复入道多多要理言之，不出二种：一是理入，二是行入。理入者，为照教五宗，亲心含生同一真性。但为靠定妄想而惑，不能显了。若也舍妄归真，能自闭关，无自无他，反性定一，经自不疑，经不随文教，处则以理明服，无有分别。即然无为明之理入，行入为四行，即以自行识入初中，何等是也？一报怨行，二随缘行，三无所求行，四称法行。云何报怨行？为修道行人，若受苦时，当自念言：我往昔无所劫中，弃本将目，流浪自有，多其冤情，危害无限。今虽无患，是我所用恶业过失，非天非人所能见议，甘心甘受，都无怨诉。经云：风苦不忧，何以故？悉答故。初心生时，以理相应，退怨进道，故说言报怨行。二随缘行者，众生无我，凭缘业所转，苦乐济受，皆从缘生。欲得成报，应无定数，是我过去所因所感，今方得至。缘尽还无，何喜之有？得失庄严，心无增减。虚空不动，名顺于道，是故说言随缘行。三无所求行者，世人中迷，处处贪着，明知为求，智者悟真，理将续返，安心无为，行随运转，万有时空，无所愿乐，功德黑暗，常常随着。三界究竟，犹如火体，有心皆苦，悉得离安，了达处处，过舍自有，吉祥无求，经曰：有求皆苦，无求则乐。判知无求，真为道行。故言无所求行。四称法行者，心静之理，莫之为法。处理众上虚空，无念无着，无处无彼。经曰：法无众生，离众生个个；法无有我，离我个个。智者若能信解处理，应当称法而行。法体无牵，性命在，
行谈施舍，心无灵识，脱解三空，不疑不得，但为气过。清化众生离不取相，此为自行，福能利他，亦能庄严菩提之道。但是纪念以我一言，唯独妄想修行六道，你无所行，是为称发行。